歡迎嚟到微寶讀視頻，今日教大家整呢個法式羊排。羊排一份啦，蒜呢就2瓣，新鮮嘅迷迭香呢就2束，新鮮百里香2束，橄欖油2湯匙，鹽適量，黑胡椒呢就適量，黃油就2湯匙。咁你首先呢，如果做啲羊排嘅外層油脂夠多，可以修理一下，保持一些以增加風味。喺一個碗入邊呢，將切碎嘅蒜末、迷迭香、百里香、橄欖油、鹽同黑胡椒混合醃製，將醃料塗勻後呢，喺嗰個羊排表面，咁呢確保嗰個肉同埋骨頭都可以接觸到個醃料，然後用保鮮膜包好，放入冰箱醃製至少1小時，最好過夜。喺烹飪之前，將烤箱預熱到200度，喺一個大嘅煎鍋入邊加一啲橄欖油，待油熱後呢，將醃好嘅羊排放入鍋入邊，中高火煎製每一面2到3分鐘，直到變得金黃。將煎好嘅羊排放入預熱嘅烤箱中，共烤約15到20分鐘。用肉溫計測量，內部溫度應為57度，為中等熟度63度。將羊排從烤箱中取出，放置喺煎爆上靜止5分鐘，等你嘅肉汁回流。用刀將羊排一根根切開，注意切的時候順着骨頭嘅方向切，以保持羊肉完整。可以用黃油同埋香草調味增加風味，然後擺盤即可。大家記得點讚關